教育局同考評局喺星期四合辦放榜之後第一個簡介會，向僱主介紹喺新學制之下嘅中學文憑試評分準則，俾佢哋請人嗰陣參考。有超過100個僱主出席。不過原來唔少僱主都唔熟悉新制嘅水平參照評分㗎，至今都仲未定出新入職嘅條件，為請呢批嘅畢業生做好準備。因為佢哋好多都睇唔明成績單上面各種嘅數字同符號究竟代表啲乜嘢。有僱主更加誤以為代表唔合格嘅1級係最高分添，而5星同5星星咯就更加唔知係咩啦。亦都有僱主喺會上面睇過啲短片之後，對英文2級嘅合格程度有保留。有僱主代表就建議，僱主請人嗰陣要多啲留意求職者成績以外嘅特質，個性係好啊，個責任心強啊。但係最關鍵嘅第一樣嘢係獨立思考，第二樣嘢係自知啊。佢自知道自己能力唔夠嘅時候，佢更加努力去學啊嘛。佢又話，僱主可以加設評審嘅過程，例如就係增加面試嘅部分，以掌握求職者嘅英文水平。僱主亦都應該按個別崗位嘅語文需要，定出唔同嘅語文能力要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